新北市对5月底开始找中小服务车甲汤机场运将，计共70外台到单服务超过2500位市民去隔离，隔离煞搁甲因安全算伫处理。这阵人号做微光车队，看因安怎是伫疫情期间笑光黑暗路的。 拄上确诊者去集中检疫所隔离，转来到三重埔停歇站，新北防疫专车对车身到车内拢着爱斟酌消毒。阮讲讲近摆出勤，拢有心酸的故事。我载过一个少年，迄少年一上车就讲头晕，想要吐，我就讲好，我给你一个塑胶袋。 沿路吐到淡水，然后我也只能就安抚他们，就是尽量保持心情顺畅。和宋昌佑同款，拢是对长照服务车转做驶防疫车的主战士。5月底，伊驶落去新竹，甲北加岛攻击双和病院护理师的确诊者，再去台中看守所的防疫中心羁押。伊讲伫个路的，伊真惊吓，毋过完全理解为病的人心内不安。 对他们被隔离的人也是蛮不愿意的吧？对啊，把他们载回家就感觉是任务了。所以一定要找到愿意所谓的牺牲奉献，而且是正面心理能量很大的司机。 新北市的防疫车队对5月21开始做防疫车队到单，已经服务过外过，服务超过2500外位的市民，出动超过600桌，然后要我90位运将投入防疫车队。伫咧运将出勤津贴这部分，市政府也过来收听。 那目前是运用了所谓的灾难准备金的部分来作为这一次的服务的指引。原则上就是每一个司机如果每天出勤呢，大概就是会有3500块这样的津贴。也拿民间捐的爱心，包括清扫的地点、物资、防护装备、收车的人员等等，也予防疫车队上大的鼓励。希望温暖的光影会当替社会带来更较侪希望。记者阿敏金林秀凯新北报道。